海關由6月中開始，針對受管制針劑同藥劑製品喺海運同空運層面展開執法行動。行動中，海關共偵破5宗案件，檢獲超過190萬件懷疑藥劑製品，以及7700支懷疑針劑，包括減肥同美容針劑。人員亦接獲大批未列倉單嘅走私貨物，總市值估計超過4500萬港元。調查主任胡雪兒指出，6月12至13日，海關透過風險評估，鎖定一批由日本到港，報稱載有健康食品及保健品嘅空運郵包。檢查後發現，入面藏有大批受管制藥劑製品，包括4800支減肥針劑，市值超過450萬港元。海關相信呢批郵包原本打算由香港轉運到其他地方分銷。另外，6月15日，海關喺一艘準備前往澳門嘅內河船上，檢獲大批走私貨物。雖然申報為化妝品、護膚品同保健品，但實際上藏有未列倉單及受管制違禁品，包括藥劑製品、美容針劑、雪茄、瀕危活龜同電子產品，總值超過4000萬港元。海關強調，不法分子利用偽報貨物同多重運輸渠道，企圖逃避偵查，但最終仍難逃法網。案件仍喺調查中，唔排除稍後有人被捕。海關重申，會繼續堅守前線，透過情報分析同風險管理，全方位打擊走私活動。